在大家印象当中，基隆市并没行业特别多的所在。不过，基隆市的店内国小是当初建立来推动客家语文教育。學校嘅合唱團也到團員，雖然單單都唔係行業，不過係連續3年得到全國中小學客家語文比賽8期嘅提優。店內國小客家係基隆唯一一間嘅行業成法學校。無論係批定舞蹈動作有名嘅學生帶來學堂嘅客家合唱組曲。大家愛啲苦瓜水苦，愛練皮實。也係用物料客家來噴沙樹，早前都靠唔到店內國小小朋友。客家講到實際上，東南上上夾到做嚟講都唔係行人，頭擺唔曉講班機客，今年大家都見好，見有心頭。剛開始練的時候會覺得有一點點困難，但是後來會練之後就覺得還蠻簡單的。因為有時候有一些比較困難的詞，就是發音和咬字都必須要很清楚，老師都會要求。雖然有時候可能會覺得自己怎麼都做不到，但是多練習幾次之後，就會發現其實自己是 OK 的，可以做得到。筆筒配嗎？韓國學校行業比例唔係一個千多米槍以上邊嘅，不過學校還係逐漸上來教客家先生，大啲學生嘅一扎詞一句話從頭好意思。韓國也都無像其他客家中有機會接觸講客，為咗客家係也都成員嘅生態當中一部分，也都先生都有也都優良。小朋友，你哋乜嘅係客家散步冇？什麼你暗自說張來了。上位小朋友留下自己客家講到動關，係講平常時聽得到未用得到客家，可是被學過自然就加以好。也今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語文比賽，店內國小很大樣一道對客家體系來對數，得到同讚嘅成績。雖然來學嘅話，我都講，只要你想去學，你願意學客家語，唔係客家語，唔係最重要嘅。重要嘅係你想去認識人哋客家話，想去認識客家文化。推動我們學校整個課與生活的教育，然後讓小朋友可以，不管是不是客家族群的小朋友，都可以去體驗客家的文化，然後進而更喜歡客家。一下店內國小係喺基隆唯一的一間行業成法學校，設計出各項神奇嘅課程，帶領小朋友來認識客家文化。就算佢冇相關教學經驗，有啲先生行外啲外縣市搶來，不過學校講係會堅持做下去。希望喺基隆培養出係拿到好產嘅小講客。客家新聞記者陳作，基隆報道。